係10。好啦，一起步啊，大家都出閘冇問題啊。南區旺中間快嘅，但係埋邊嗰隻龍騰飛翔已經上咗嚟啦。咁啊，中間連心星嘅黃衫啦，出邊搖搖日上威力勇氣最出呢，仲有中華威威啊。咁啊，外邊慢慢騎咗上去呢，仲有隻快馬加鞭，棗紅衫橙色帽嘅。咁啊，內欄大約尾5度呢，有威力勇氣，出邊年年勝利。尾3呢就火神神樂啊，尾2位置加州代表暫時殿後英雄本色啊。過晒呢個800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就轉色翱翔啊。第2位埋邊啊連心星啦，出邊第3係中華威威啊，第4位淺藍衫啊搖搖日上啦，內欄位置仲有隻龍騰飛翔啊，第6位啦，外邊就南區旺，咁啊淺藍衫紅帽嘅，再喺入邊位置有威力勇氣啊，紫色眼罩火神神樂啊，拱埋嗰隻呢就快馬加鞭出去啊，後啲先有加州代表啊，最出就年年勝利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連心星鬥緊轉色翱翔嘅時候啊，南區旺側起個頭都追緊噶啦，再見到中間位置仲有龍騰飛翔，出邊火神神樂都上埋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。南區旺向中檔透出咗噶啦，咁啊中間有龍騰飛翔，入邊連心星，出邊火神神樂，南區旺咁啊一路有少惡高個頭呢，佢都將後邊嘅對手掟到甩晒贏噶啦。第2名外邊追上嚟，火神神樂，第3呢鴨上鴨落嘅9號中間呢係龍騰飛翔，入邊連心星，睇下邊隻第3啊！好啦，今晚又多一匹未贏嘅馬打開呢個勝利之門啊！10號馬嘅南區旺雖然入閘有啲脾氣，但係翻到嚟贏甩啊！艾少禮跑第2名火神神樂，第3名何永年嘅龍騰飛翔，咁啊機會大過入邊啦，佢就係連心星。哦，馬房真係搏開喎，啲龍騰飛翔都好有機會跑第3啊！佢走3碟嘅南區旺。好啦，睇翻場內影片。起步就搖搖日上稍慢啦，另外英雄本色呢就大慢閘㗎。前面快龍騰飛翔見阿連好快都攞到欄㗎啦，出邊埋緊嚟搖搖日上啊，想揾遮擋喎，連心星都埋緊去，轉色翱翔埋緊嚟，同埋中華威威南區旺啊好跑啊，喺個前列嘅2碟位置啦，着意都唔要欄嘅，睇下隻快馬加鞭層層頂啊喺個外碟嗰度，但係頂完之後又唔係會好順啊，睇啲跑姿。呢度又要避啊南區旺嘅後蹄啦，咁啊喺佢內真係火神神樂啊，威力勇氣跑啱晒啦！火神神樂見阿艾少禮呢度已經執緊啊，打晒落去都係得個第2，因為攞位佢都算幾暢順㗎啦，已經啊。夠 fit 咯隻馬，不過喺呢班次唔夠 fit 都夠都爆到橋㗎啦。佢嚟啲性能就好好嘅，搖搖日上個冇位嘅，俾龍騰飛翔食咗個跑線先。入邊威力勇氣亦都係俾連心星啊封埋個位。咁睇下隻加州代表啊，一路都係惡住個頭啊，又有啲片，但係臨尾都擠一段㗎。連心星就跑晒嘅，係啊，用片出嚟添。